同一個網頁，電腦睇三欄，手機睇變一欄，呢個魔法就係響應式設計。響應式網頁設計，簡稱 RWD，可以令網頁自動適應唔同大小嘅螢幕。無論你用緊桌面電腦、平板定係智能手機，都可以有最靚嘅顯示效果。要做到呢一點，有三個核心技術。第一係流動式版面，佢放棄固定像素，改用百分比嚟設定寬度，令版面可以自由伸縮。第二個技術係靈活嘅圖像，圖片大小都要識得跟住變，將圖片最大寬度設為100%，確保佢點放大都唔會超出容器。第三個係媒體查詢。呢個係 CSS 嘅超強功能，當螢幕窄過768像素，佢就會自動將三欄排版變成一欄。另外 Viewport 標記都好重要，佢負責叫手機用真實寬度嚟渲染網頁。依家大家用手機上網多過用電腦，網頁一定要識得變身，所以話響應式設計已經係今日網站開發嘅基本要求啦。